灣區捷運 BART 近日宣布成功消除咗2026財年預計約3500萬元嘅預算赤字。BART 通過一系列嘅措施實現咗預算平衡，包括安裝新嘅檢票口、縮短列車長度、實施招聘凍結等。呢啲措施唔單止控制咗成本，仲增加咗收入。然而 BART 亦都警告稱，如果冇揾到長期穩定嘅資金來源，未來幾年可能會出現3.5億至4億元嘅結構性赤字。BART 強調，僅依靠票價收入嚟維持運營已不再可行。目前其增加收入嘅方法包括維持基於通貨膨脹嘅票價上漲，推出 Clipper Bay Pass 等新票價產品，改善交通協調，舉辦活動增加客流量，以及談判新嘅電信收入協議。該機構仲指出，鐵路嘅高固定成本用於維護基礎設施，而服務減少對整體運營成本嘅影響相對較細。BART 嘅2026財年初步預算備忘錄會喺3月底發布，該機構嘅董事會將喺6月投票決定通過2026同2027財年嘅2年預算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